出来及记第29章，祭司受职的条例。你甲阿伦甲伊的囝分别做圣，互因做祭司服侍我的时，着安尼做。着牵一只公的牛仔，2只无瑕疵公的绵羊，搁着摕用幼米粉做的无架饼、超油的无架饼，甲抹油的无架薄饼。食的饼着下伫一卡篮大内，搁牵迄只牛公仔甲2只绵羊共来，献互上主。着互阿伦甲伊的囝来到会幕的入口，用水甲因洗。着甲阿伦穿内袍，挂以弗得的外袍，以弗得兄弟将用其他的手路一个以弗得的带，甲伊下地。佮甲伊递礼物，将迄块刻圣化归上主的金牌绑伫礼物的顶面，然后用汤抹的圣油倒伫伊的头壳，甲伊按立。就叫阿伦的囝来，甲因穿内袍、下腰带、包头巾，因就担当祭司的职分。这就成做永远的规例。你着安尼甲阿伦甲伊的囝受职，你着甲迄只公的牛仔牵来会幕头前。阿伦甲伊遐的囝着换手伫牛的头壳，你着伫上主的面前，伫会幕的入口抬迄只牛，用砖头仔运血抹伫祭坛顶面4支翘起来的角，将剩的血倒伫祭坛骹。得将北内所有的油、干的网丝、2粒腰子，以及腰子顶面的油，拢下伫坛顶烧。毋久，牛的肉、皮甲粪，拢着伫营外烧掉。这是赎罪祭。你着牵一只公的绵羊来，阿伦甲伊的囝着换手伫迄只羊的头壳，着杀迄只羊。将羊的血溅伫祭坛的四周围，着将羊切一块一块，甲腹内甲腿洗清气，甲规块规块的肉以及头下做伙，着将规只羊下伫祭坛顶烧。这是献互上主的烧化祭，是用火烧献互上主芳芳的祭物。你着甲第2只公的绵羊牵来。阿伦甲伊的囝着换手伫羊的头壳，你着杀迄只羊，摕一寡血抹伫阿伦甲伊遐个囝正边的鱼珠，佮抹伫因正手甲正骹的大头母，将剩的血溅伫祭坛的四周围。你着摕一寡坛顶的血甲汤抹的圣油，溅伫阿伦甲伊的衫，佮溅伫伊的囝甲因的衫。安尼，阿伦甲伊的衫，伊遐个囝甲因的衫，就拢圣化归上主。你着取迄只绵羊共的油、肥的马、腹内的油、干的网丝、2粒腰子甲腰子的油，以及正腿。即只是受职的时所献的公的绵羊。你着搁对迄卡下伫上主面前堆无架饼的篮摕一块饼、一块搅油的饼，甲一块薄饼，下伫阿伦甲伊遐个囝的手，互因伫上主的面前摇摇咧做祭物。你着对因的手接过来，下伫坛顶烧化祭的顶面烧，做芳芳的祭献互我。这是用火烧献互上主的祭物。阿伦受职的时所献公的绵羊。你着摕伊的胸坎肉伫上主的面前摇摇咧做祭物，这份祭肉是你的。受职的时所献公的绵羊中间，摇架奉献的胸坎肉，甲提悬奉献的大腿，你着甲因圣化。这份祭肉是阿伦甲伊遐个囝的。这个部分是阿伦甲伊的后代对以色列人得到的份额。一个着做永远的规例，这是对以色列人平安节的中间，
摕出来做奉献予上主的礼物。阿伦成的礼服着留予伊的后代，予因伫受抹油甲接受祭司的职分的时通穿。续接伊做祭司迄个囝，特别入会幕伫圣所服侍的时，着穿礼服7日久。受祭的时所献供的绵羊的肉，你着伫会幕的埕煮。阿伦甲伊的囝着伫会幕的入口食即只羊的肉甲篮内的饼。因要接受即个职分，受分别做圣，着食遐个为着因赎罪的米。毋过其他的人毋通食，因为遮的食米是圣的。受祭的时所献的肉甲饼，若留到过早起，着用火烧掉，毋通食，因为是圣的米。你着照我的吩咐，为着阿伦甲伊遐个囝举行受祭的礼仪7日久。逐日着献一只公的牛做赎罪祭，嘛着为祭坛行洁净礼，互伊清气，佮甲伊抹油分别做圣。你着为祭坛行洁净礼7日久，甲坛分别做圣，坛就正做至圣。所有摸着坛的，拢正做圣。逐日着献的祭，你逐日着伫祭坛奉献2只一岁的羊公仔，早起时献1只，黄昏的时搁献1只。你着用1公斤的幼米粉，甲煎出来1公升的橄榄油超做伙，甲第一只羊仔做伙献。佮用1公升的酒做奠酒祭。你伫黄昏献另外迄只羊仔的时，着甲早起时共款献素祭甲奠酒祭，拢用火烧做芳芳的祭物献予上主。恁世世代代着照时伫会幕的入口献烧化祭予上主。我要伫遐甲恁相会，甲你讲话。我要伫遐甲以色列人相会，会幕就因为我的阳光正做圣。我要甲会幕甲祭坛分别做圣，嘛要甲阿伦甲伊遐个囝分别做圣，互因做祭司服侍我。我要踮伫以色列人的中间做因的上帝，因会知我是上主因的上帝。我带因出埃及。所以我要住伫因中间，我是上主因的上帝。